體壇動力。好啦，翻嚟我哋第三節嘅體壇動力嘅部分咧，咁啊非常之開心啦！我可以親自咧同幾位嘅球王連線啦，係講講呢個世界盃嘅最新走勢嘅，聽佢哋嘅分析啦。咁當然啦，喺節目對面咧有其他3位嘅球王喺度嘅，咁啊等我介紹下有我哋大家熟悉嘅偉文哥同埋佢嘅踢過職業嘅港足職業球隊嘅偉忠哥，兩位你哋好啊！大家好，大家好，你好，你好，各位觀眾好。仲有我哋 Andy 哥李會長喺度嘅，會長你好啊！我係球迷嚟啫，唔係球王嘅，私事聲明。唔係我哋全部都係嘅花邊球王啊嘛，即係我哋喺場邊就係球王嘅，我哋即係唔一上場就唔得噶啦，一落場咧喺場邊我哋 O K 嘅。咁啊嗱咁啊先講講啦，咁啊今日咧可以好開心咧，係同幾位一齊連線咧，都係要講講噶啦。咁啊世界盃咧今日咧有少少寂寞啊，即係呢排咧成日掛住睇波咧，到第一日咧係休息冇波睇嘅時候咧，感覺有少少落寞。不過唔緊要，我哋回顧下咧，最終咧係8支嘅晉級球隊出咗嚟啦，8強選手全部出晒嚟啦。今次咧就有6支歐洲球隊、1支非洲球隊同埋1支南美洲球隊，咁都有少少我會覺得係即係多樣性係少咗。我開始原本以為即係墨西哥都有機會可以入嚟8強嘅，又或者係日本仔都可以入嚟8強嘅，咁但係奈何呢兩支球隊都被淘汰啦。咁我都想問下幾位球王，你哋有啲咩嘅諗法咧？即係你哋對呢8強嘅呢個隊裏邊咧，先講上半區先啦。即係兩組對決都係一個就係法國一隊對法國2隊，另一個咧就係英格蘭對挪威。咁所以你哋點睇咧？上半區嘅呢個隊裏，法國對摩洛哥，人人都睇到法國隊啦，係嘛？應該係咁講啦，係嘛？一個歐洲隊對住一個非洲隊，咁啊而家同我感覺咧就係非洲隊咧呢屆表現得唔錯，非常之好。好似尋日睇埃及幾乎搞掂咗呢個阿根廷啊，咁啊而且亦都聽到有好多怨聲啊，又話唔公平啊呢樣嗰樣啊，一早起真係睇到好多呢啲咁嘅新聞啦。咁啊我始終都係睇好法國隊嘅，法國隊對摩洛哥嘅話，即係勝數點都係高啲。咁頭先阿 Ken 都有講啦，法國隊入邊全部大部分都係嗰啲即係非洲裔嘅球員，就比較吃香啦，係嘛？有成8個咁多啦，佢哋而且不過嗱，法國隊佢係唔理你咩顏色，唔理你咩膚色，你識踢波，你好波，佢就揾你入隊啦。嗱呢個就係所以法國隊強啊，強喺呢度啦。咁啊而家無可否認啦，法國隊嗰個姆巴佩，而家同其他啲過氣嘅球王又好，現任嘅球王又好，已經齊名噶啦，係嘛？冇錯，同美斯嗰啲，大家嗰個射球率一樣啦，可能有機會會超過噶啦。如果我保守嘅估計，我估佢會響呢幾場波之後，可能佢會超過咗阿美斯噶啦。呢個係我嘅粗略嘅睇法咁樣樣。咁睇下阿會長同埋阿 Will 有咩講啦？嗱，我就覺得咧，我都係睇好法國隊少少嘅。而家咧，法國隊就係佢個教練德尚咧，2012年開始執教呢隊球隊。嗰個陣容一直都好穩定嘅，因為有啲人退出咗，有啲人加入嚟。咁而德尚本身咧，佢係一個法國足球嘅元老嚟㗎，喺踢中場踢咗超過100場波嘅。咁基本上嚟講咧，對法國整個作戰體系咧十分熟悉。佢進攻咧係採用4-2-3-1單箭頭，轉防守嗰時咧就採用4-2-2嘅打法。嗱，我哋時時講防守反擊，當你防守要反擊嗰時，你需要咩啊？需要佔到。法國偏偏又有把佔到。一個冇怕背，一個伸背來，即係話咧，如果法國先入球，佢縮翻後俾你攞控球都好啦，佢一反攻出嚟咧，佢威力好大嘅，因為防守反擊如果冇簽到嘅話咧，係空談嘅啫。咁再加上咧，而家法國隊呢個前場嘅3卡擊咧，入球係絕對冇問題㗎。而法國嘅後場嚟講咧，雖然目前嚟講唔係受到好大嘅考驗，亦都唔覺得佢係牢不可破，但係足球運動就係講，我入球比你多，我就會勝利。咁所以咧，法國始終係強一啲㗎。至於摩洛哥嚟講咧，佢哋係啲球員係喺5大聯賽，即係喺歐洲5大聯賽踢，基本上都係大家雙方球員都係知根知底㗎啦。呢隊摩洛哥咧，今年嘅表現比我上年去卡塔爾睇嘅摩洛哥更強。強在邊度咧？佢哋嘅前鋒力強咗，佢哋速度同埋硬度係保留一貫嘅。所以我覺得係有得打嘅，唔容易贏。但係最後勝利，我覺得都係偏向於法國隊。係啦，偉忠哥咧？如果要我嚟形容咧，我要用支槍嚟形容啦。摩洛哥點22口徑，法國隊就點45，一棍一槍打死你。咁摩洛哥要射幾槍佢先死。咁如果你話講整隊波嚟講咧，法國隊係高少少嘅。
因為成隊波比較完整，同埋無論佢中場組織同埋佢嘅前鋒嗰個攻擊能力都係好過摩洛哥嘅。但係老實講，就係睇下邊個入波先，就有嗰個有嗰個有權領先嗰個籌碼咯。學會長講啲講咁，穩守突擊，你嚟攻我，你後防一定空嘅。咁但係最緊要有本錢喎，你入咗人先有本錢咯。大家0-0嗰陣時冇本錢，你點靠乜嘢？所以邊一隊波入波先咧，嗰個機會係大好多嘅。但係我見到咧，其實即係今年其實上一屆咧，即係喺呢個係咪上卡塔爾啊？就係2022年嘅時候咧，個世界盃咧，其實法國隊都已經係入決賽㗎啦嘛，大家有印象深刻嘅時候。但係嗰個時候咧，法國隊你減翻4年咧，嗰時候佢哋好後生嘅，已經係打咗決賽嘅呢個經驗啊。今年睇翻，全部都係25到30歲，最大年紀個得32歲，仲要係龍門嚟嘅，咁即係全部當打之年，全部都係又跑得又搶得又成熟咗。咁所以其實點解話今年法國隊即係喺嗰個賠率方面或者係嗰個即係大家嘅即係支持率方面係咁高係有原因嘅，因為你阿根廷就唔同，阿根廷你係美斯39啦，咁所以即係喺年齡老化上面，即係喺成熟度上面，呢個法國隊今年係呢個巔峰嚟嘅，巔峰中嘅巔峰。咁所以其實佢整體上嚟講係無論結構啊同埋呢個年齡層面嚟講係8強裏邊應該係最合理嘅一隊，係嘛？可唔可以咁講？各位該球啊？可以，絕對同意啊！同埋唔係淨係佢嗰11個出場嘅球員啊，連後備嘅球員都踢得㗎。係啊，所以即係見到好多，同埋都係各大聯賽啲主力添啦。咁我哋見到同埋一啲金童添啦，好似即係嗰個最新21歲嗰個叫做 Desire Doué 嗰啲呢個後生仔又好波嘅，仲有嗰個 Cornet 啊個中場又好波，見到係咁餵啲波俾麥巴比喺呢個中後場一嘢滾啊咁有啲遠射啊咁都防不勝防。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法國隊對摩洛哥隊就上一次又係法國淘汰摩洛哥，嗰時好似係4強嘅時候淘汰呢個嗰場係4強賽冇錯啦，法國贏2-0嘅。咁啊今次咧就8強就相遇啦，又係咁樣嘅老冤不是冤家不聚頭啊！咁啊4年之後法國更強，摩洛哥都強咗，咁所以係咪繼續維持翻呢個2-0咧？就要真係聽日第一場嘅8強賽咧，我哋大家就敬請期待啦。補充少少，頭先法國隊會長提及過嗰個教練咧，嗱我都有啲要讚一讚嗰個教練。法國隊嗰個教練咧，嗱我哋記得啦嗰場波啦，即係法國隊對巴拉圭嗰場波，巴拉圭嗰啲球員咪挑釁法國嗰個姆巴佩嘅，跑用手打佢條頸啊咁樣嘅。係嗱，原來咧嗰個教練咧一早已經同啲球員咧，係法國隊嘅教練啊，同啲球員講，即係要忍啊，唔好俾佢挑釁，佢係故意係挑釁，等佢哋嬲，或者等佢哋犯事，等佢哋攞紅牌嘅。咁啊，所以咧有一幕咧咪見到嘅。姆巴佩行埋去場邊嘅時候，嗰個球證90度同姆巴佩鞠躬嘅，呢一幕真係好感人啊！呢一幕，一個咁老嘅教練同一個咁後生嘅球員鞠躬喎，咁你可以想而知佢哋啲關係非常之好，好似父子咁樣啊！呢個想補充一點嘅。係啊，即係等於已經唔係即係等於有先見之明咯，即係用啲盤外招嚟搞你心態咧。呢啲打開波開波人都知㗎啦，有時候或者用啲小動作影響你嘅情緒，咁你哋燥啲嘅話，你咪打得冇咁冷靜咯。呢啲禁住啲球員啊，即係唔好俾人挑釁得，唔好俾人挑釁啊，唔好俾人中計啊！呢個即係呢個教練係記一功啦，應該要記一功啊。好，咁啊呢個就講下上半區咧，即係呢個英格蘭對挪威，咁啊挪威就真係爆晒大冷，搞掂呢個巴西啦。但係又即係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喎。某程度上，我覺得呢個嘅即係我自己係買中咗挪威嘅。你見到夏蘭特係嘛？即係就係嗰兩波咁，你一翻盤都冇，仲要係臨尾下半場嚟搞掂嘅。咁啊等大家但係對陣英格蘭啦，咁就大家都熟悉㗎啦。好多挪威嘅球員都喺英格蘭英超度打波啊，夏蘭特就英超嘅金靴啦嚇。咁所以大英對陣英格蘭咁樣，英格蘭就名氣就大啦，身價高啦。咁但係真係兩支歐洲球隊打翻起身嘅時候，我反而覺得英格蘭今次衝唔衝到4強咧？各位球即係因為知好多英格蘭球迷㗎嘛，係咪先？我自己個人喜歡就係哈蘭德啦，個人喜歡嚇，所以個人喜歡呢啲就好偏埋一邊嘅，就咩嘅。咁但係當然啦，英國成隊球隊個身價都高過挪威好多嘅。挪威就靠一個夏蘭特啫嘛，就靠一個啊，所以就係而家要睇下挪威嗰度佢點樣去安排啊，個教練點樣安排啊，佢哋嗰啲攻勢啦。今日其實應該咧睇好線咧係。即係按牌面睇咧，英格蘭咧係高一線嘅。不過我自己個人就喜歡挪威啦。咁阿會長阿 V 話你哋講下啦。我覺得咧挪威淘汰巴西咧就唔算爆冷噶啦。佢嗰日係打出佢自己嘅風格，
巴西咧，我覺得就真係唔落啊。落去都係得一個維尼修斯可以説得係一個球星，其他基本咧係好平庸啊，即係只識傳波，因為以前嗰啲森巴舞個人如流水嗰啲完全冇晒。冇錯。咁唔好講巴西啦。咁呢場波嚟講咧，始終係英國高少少。原因咧就係雖然而家挪威咧佢係氣勢最盛嘅，狀態最好嘅一支球隊。上下都好團結啦，尤其是一齊蛙艇嗰時個氣勢正啊！令到啲球場入邊嗰啲球員都激勵不少。但係踢波始終都係講實力同埋講整體。前鋒英國有海恩，有Bellingham，特卡，即係個攻擊點仲多。而英國嘅守衛同埋個守門員咧，亦都相對嚟講係會好一啲嘅。所以整體實力嚟講咧，英國係較強。亦都係唔容易打一場波。基本上係5-5開，但係英國係略為勝先嘅。我都係整體認為整體足球發揮作用嘅話咧，英國可以贏。如果英國嘅後衛日日對住夏蘭特，太熟悉嘅球員都看守唔住佢嘅話咧，咁都冇話可說啦。咁係有啲同佢又係隊友，有啲甚至乎喺英超成日對壘佢嗰啲，大概都熟啊。係基本上日日都研究呢個球員噶啦。咁就但係夏蘭特有個特點就係左右腳都得，而頭槌又得，能衝前射。佢亦都可以撞開啲第一點去令俾隊友可以搶咗第二點。佢係呢個球員係多得嘅。係啊。即係無敵噶嘛，魔人布歐係無敵嘅，我知道。係啊，往往大家都搶到嗰個點，佢偏偏隻腳俾你長2寸。係啊，佢仲要係凌空的腳硬咁就入啦。係啦，永遠都俾你長2寸，就係入波就係多個2寸位啦。佢就係捕捉嗰個門口嗰個機會係好好嘅。我諗喺足壇之中咧，我諗係除咗美斯之外咧，係到夏蘭特去捕捉門口嗰個剎那之間入球嘅感覺咧，係呢兩個球員係算最好嘅。偉忠哥咧，其實好簡單啫嘛。如果英國隊想贏，揾車路士嗰班後衞頂住下就得咯。唔係揾翻自己隊友，唔係揾翻自己隊友咩？史東斯嗰班係啊。不過係都係嘅，但係英格蘭有一個令人好唔放心嘅點，就係遇到後邊咧就打硬仗嘅時候咧就容易甩碌，呢個係比較擔心嘅。但係今年有改善啦，今年打墨西哥啊或者一啲即係強隊嘅時候，佢都有啲嘅即係有啲信服嘅表現。但係今次真係對陣一個8強嘅時候，咁啊睇下英格蘭可唔可以突破呢個衝4強啦嚇。咁我哋都期待嘅。好，咁呢時候我哋去廣告先啦，就翻嚟繼續講下下半區咧另外2組嘅對決好嘛 ？OK。好啦，翻到嚟咧，我哋最後一節嘅體壇道理嘅部分啦，咁我哋繼續咧就講講呢個世界盃咧，哇，真係同幾位嘉賓主持咧好開心啊，傾講波講得好開心啊，幾位都係我嘅前輩，喺球場上面睇波係比我睇得更加耐嘅。咁好啦，呢個時候咧繼續同幾位傾傾啦。我哋上一節咧講咗呢個上半區啦，即係英格蘭同呢個挪威啦，同埋呢個摩洛哥同埋法國嘅對壘啦。咁啊呢一節要講下下半區咧，就有一隊咧，我就覺得就啱啱精彩嘅逆轉啊，就係阿根廷對瑞士。咁啊阿根廷咧打埃及嗰個就好多爭議性嘅嘢啦，大家都即係又話偏幫啊，呢樣嗰樣咁，但係要偏幫都要佢哋有能力喺13分鐘之內去追3粒咁樣噶嘛，係咪？咁所以呢個時候美斯佢哋入到去8強對陣嘅對手，應該係整個8強其他球隊嚟講最夢寐以求嘅對手喎，瑞士呢個又好似冇乜名氣，歐洲有2流左右，有時候即係次次都有去粉，但係呢幾年好似瑞士喺歐洲國家杯又好，喺世界盃今年搶到8強，都創咗好多好成績噶咯，係咪唔可以輕視呢個對手咧？即係你哋點睇咧？幾位嘉賓？我覺得阿根廷直情係執咗條好靚嘅簽啦，佢將隊都唔係話勁旅嚟嘅嗱，而家入抽到瑞士啲，哇咁多隊，呢8隊已經最弱係瑞士啦，你都冇執咗條咁鬼靚嘅簽，真係保送4強喎。你話佢唔攞冠軍，一對唔住阿根廷人啦，係嘛？我難啲，今年難啲。今年係難啲冇錯，因為又對住法國，又對住西班牙，呢兩隊勁，英國又英格蘭又勁嘅，所以。行到呢步應該執到啦，我覺得阿根廷應該係好好運噶啦。仲有今年咧嗱，我用翻阿梁總嗰個口頭禪氣息啦。阿美斯今一屆嘅氣息咧好差喎，唔一啲都唔係幾好喎。12碼炒2個啊，炒2粒咁多場。第一腳就唔得，第二腳就俾人救到，所以連續2個12碼佢都唔係幾好運氣，所以嗰啲氣息又唔好，個運氣又唔好，所以。阿美斯都係咩噶啦？都係入到4強已經係 OK 噶啦，已經偷笑噶啦。係啊，即係我同意，我都非常大，但係至少大難不死，通常都有個後福噶嘛。你睇下個大難不死都入到8強嘅，呢個比利時係嘛？
跟住而家就到阿根廷啦，個個都係逆轉咗之後咧，就即係下一場都會係相對嚟講係輕鬆啲噶嘛，咁所以比利時就係搞掂咗，即係塞內加爾之後又係最一個劇本一樣嘅，又係最尾嗰10分鐘最尾3分鐘入2波追平，跟住加時贏噶嘛，咁啊搞掂美國啦，4-1大炒美國咁樣，咁今次阿根廷搞掂咗呢個嘅咁難搞嘅埃及之後，咁對陣瑞士，我諗佢哋應該會精神氣會提升翻一個好緊，即係嗰個會知道唔可以再放鬆嘅一個狀態咯，我係咁睇嘅，但係4強應該冇問題，但係你話好似上屆捧杯咧，我就真係不係太樂觀啦嚇，各位阿會長同埋阿偉忠哥，你點睇啊？嗱，我同 Ken 諗法都係差不多。嗱，先講瑞士先啦。瑞士係定位喺歐洲2流球隊，佢哋亦都係採用快速反擊嘅方法，係踢整體足球嘅。咁阿根廷就唔使講啦，阿根廷係以美斯做一個進攻嘅樞紐，即係成隊波其實個進攻就係圍繞住佢去做一個進攻嘅體系。咁但係唯一一個隱憂就係咧，嗱，平時美斯咧每一場波大概係跑8000米左右啦，即係8公里。但係對陣埃及嗰時咧，跑咗超過1萬米，即係10公里以上。對於一個咁年紀咁大嘅球員嚟講咧，回氣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再加上歐洲瑞士嘅嗰啲球員嘅踢法咧，唔會錫住佢踢㗎啦，肯定就係結就踢。所以佢過瑞士唔係問題。正如我所講，佢去到4強先至係大問題。嗱，由於每一支球隊去到4強之後咧，佢就要輸咗入唔到決賽嗰度咧，佢仲可以踢第3名嘅。係第3、第4，冇錯。係啦，冇錯啦。所以咧，對於佢繼續追求佢嗰啲好似係助攻王啊、歷史連續踢9場波入波啊，有12球啊，或者繼續喺世界盃入球嗰條攬冇斷到嘅。上一場波點解有些少偏幫咧？就係國際足協美加墨世界盃，美加墨都已經出局啦。如果美斯都出埋局嘅話咧，呢個世界盃就已經大打折扣，即係個熱情即刻就降低咗一大半。咁為咗美斯繼續能夠追求佢哋嗰個所謂入球嘅紀錄，烘托起嗰個整個足球嘅氣氛，美斯係對埃及基本上係唔能夠失敗嘅。所以球證有少少偏幫係，即係可以講意料中事㗎啦。咁佢哋過瑞士係應該冇問題，係憑住佢哋整體踢法，因為阿根廷呢支球隊咧，佢除咗係好波之外咧，其實佢可以踢爛仔波嘅。呢班球員可以十分粗野嘅，所以我睇就係話咧，過瑞士冇問題，入到去對住西班牙先至係問題出現。咁快講西班牙未必過到比利時嘅喎。嗱，呢個要講下啦，就係呢個係點解我再分析點解西班牙可以過到比利時？不過我自己都係西班牙等嚟嘅，咁所以可以講下。好，我哋咁嗱，即係阿偉忠哥咧，即係你阿根廷基本佢條簽行得最靚嘅，講真嗰句。阿根廷當然係睇好一線啦，但係唔係咁容易贏噶。因為瑞士隊啲人好高大嘅。咁好似成棟長城咁啊，一埲牆喺你面前，你要兜過呢埲牆入波好難嘅。同埋阿根廷個後防最怕咧就係啲高大嘅衝門頂波。上一次咪就咁頂爆咗咯。係啊，如果佢頂唔住瑞士人，佢就玩完噶啦。即係有機會。你覺得有機會爆冷呢場？爆冷有可能。但係問題咧，以阿根廷嗰個實力可以追翻嚟嘅，但係就算佢贏都唔會贏得太輕鬆咯。係咁啊嗱，剩翻最後一組啦，就係呢個歐洲內戰啊，又係西班牙對比利時。咁啊，西班牙就係歐洲國家杯冠軍啦。咁我哋前2年都有睇到，咁就西班牙咧就有一個比較嶄新嘅隊形啦嚇，有啲新嘅戰術啦。咁但係今年咧喺世界盃係未用出嚟，佢喺歐洲杯踢個好華麗嘅呢個雙翼齊飛嘅戰術嘅。因為其中一個我比較欣賞嘅球員Nico Williams 咧就係未能夠出場嘅，好似就係今屆就出咗10零分鐘嘅啫。咁所以就係得阿爺馬一個，咁啊中間一個啲中場嘅控制啊，譬如阿歐盧嗰班都 OK 嘅，我覺得。咁就有翻啲當年世界盃冠軍嘅影子喺度啦，即係2010年嘅時候攞個世界盃冠軍就係有呢個 Tiki Taka， 但係而家就未能夠雙翼齊飛嘅話咧，就戰術係稍為我覺得係冇之前歐洲國家盃踢得咁精彩嘅。咁但係世界盃嗰啲往屆冠軍永遠都係即係到咗淘汰賽先會即係慢慢展現佢個呢個
即係實力出嚟嘅，即係通常小組賽都係收住踢。咁啊，西班牙今年呢，我就覺得有啲咁樣嘅趨勢，所以我其實幾期待西班牙爆啲冷咁樣入去呢個即係冠軍賽或者甚至攞奪冠嘅。即係我自己個人呢，就中意咗西班牙好耐㗎，咁但係就沉咗好多年㗎，呢幾年先打翻上嚟。咁你哋點睇呢？即係睇下 Nico Williams 可唔可以火箭復出，整個雙翼齊飛打比利時呢？咁啊，比利時就已經後覆已經搞掂咗美國㗎啦，嚟到8強都已經，我覺得超出好多人嘅想象㗎咯。大家點睇呢？西班牙嗰個頭先你講嗰個野馬啦嚇，佢後生，佢又好氣好力，但係可能經驗咧就係會差少少。係冇錯。同埋咧，你見到佢西班牙對住德國嗰場波，點攻都攻唔入，究竟佢係冇出盡全力啊，定係真係佢實力嘅問題咧？呢一度咧就即係有啲要諗下啦。佢對住德國嗰隊寂寂無名嘅隊，佢打唔出佢嘅水準，而且一路咁樣殺入嚟，睇佢個冇乜邊場波係特別突出嘅，所以佢同比利時可能真係有得打。而家真係可能要一個唔小心嘅話，分分鐘都會輸俾比利時添嘛。所以而家就希望睇下嗰個爺馬咧，同埋佢嗰隊 team 嗰啲人咧，即係點樣對策啦。因為兩隊都係歐洲隊，睇下佢哋應該都係大家知根知底啦。我話會長話齋，大家知根知底，咁就睇下佢打成點樣噶啦。不過咧，點都係西班牙高一線嘅呢度睇就，我係咁睇啦。我點解睇高西班牙咧？我諗個西班牙另一隻翼應該會出翻嚟啦。威廉姆斯唞咗幾場波啦。第一場波受傷之後，一路都係休息。咁啊，佢嘅缺陣咧，對於西班牙係好大影響嘅。因為西班牙佢攞歐洲杯冠軍嗰陣時咧，係踢雙翼齊飛。中間有一個莫拉塔。咁有個高中鋒去衝擊嘅。咁變咗佢唔單止係短傳入切，有時仲可以出波去拉扯。咁而俾耶馬射一兩個世界波。入波而贏嗰個歐洲杯嘅，咁佢只要威廉姆斯出翻嚟之後咧，佢雖然冇咗莫蘭塔，今屆佢冇做到世界盃啦，但係佢仲有其他好似浩西烏另外有個莫爾奧爾莫係啊 O 字頭嗰個嘅咩奧森乜嘢嘅，咁嗰幾個都可以踢㗎，因為當佢西班牙喺左邊嗰個翼唔出低咗，進攻只係側埋一邊嘅話咧。夜馬嗰個夜馬走廊啊，即係由佢邊線踢入去兜射遠角嗰招，今年係用唔到啊。係啦，因為太多人夾擊你啊嘛。係啦，個個睇住你點喐咧？係嘛，兩個人夾埋夾你。咁如果你進攻係多咗範數，多咗右翼嗰邊幫手嘅話咧，佢始終以佢嗰個踢波嘅方式，嗰個球員腳法好，配合好，我攞住個波咧，10分8分鐘唔可以唔俾翻你嘅。咁對比利時嚟講咧，係有好大壓力嘅。比利時今屆嚟講咧，其實自從佢哋卡拉斯科阿扎爾梅滕斯即嗰班人，尤其係中超踢過兩個登貝萊同費蘭尼嗰幾個球星退出之後咧，比利時已經唔係10年前嗰支歐洲紅魔。曾經排到去好似世界第3名嘅排名，已經唔係嗰班人啦。呢班人係相對嚟講略為失色嘅。但當然啦，歐洲足球始終都係以團體作戰精神為主嘅，唔容易贏。但係我始終都係睇好即係西班牙高一線嘅。係啦，咁啊，偉忠哥，仲有少少補充，咁之後我哋就要今日節目差唔多噶啦，偉忠哥你又講講啊。我都係睇好西班牙多啲啦，主要就係西班牙佢嗰隊波嗰個戰術嘅問題，佢唔係話你哋講嘅雙翼齊飛，其實佢主要就係控球在腳。當佢攞到波嘅時候，佢喺中場嗰度不停咁改變方向。揾嗰個突破點去入呢個對方嘅後防，佢可以喺中場度磨都磨到你死嘅，你咁啊波皮都掂唔到。比利時如果係防守嘅時候咧，好難防佢㗎。我哋咁講，佢左邊就得，右邊就得，佢中路入唔到，佢可以落底線，再地波又好，高空波又好，變咗好多種方法去滲透你個後防，變咗搞到你比利時風聲鶴唳。比利時對波咧欠缺前鋒，同埋盧加古已經老啦。只能夠做後備，係啊，佢係好犀利噶，但係佢年紀太大啊嘛，佢衝唔得幾多。新嗰班又未接得到，變咗有個空隙喺度。咁西班牙應該係高一線嘅，但係如果你話比利時嗰個戰術做得好嘅時候，入咗波先，咁西班牙咧就比較辛苦啲咯，踢得辛苦啲。
嗱，我哋到而家都係咁估計啫，但係下個星期翻嚟嘅時候咧，我相信再同幾位即係幾位每日都會有分析啦。咁到時我哋繼續等幾位咧係完咗賽事之後咧，就幫我哋做呢個嘅世界盃嘅賽後分析咁樣，或者賽後總結咁樣啦。咁睇睇究竟之後會變成點啦。好，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偉忠哥啦、偉文哥啦，同埋李會長嘅，多謝你哋，我哋有機會再下個星期嘅時候再一齊講波預測呢個世界盃冠軍喎。多謝 Ken Ken，多謝 Ken Ken，多謝各位聽眾，係多謝晒，多謝晒，拜拜。